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时用悲万心要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着阿罗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伊着阿罗耶和华，我的心要阿罗耶和华。我我的时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。咱这时要三角吟诗圣诗71首来阿罗咱上帝，咱起立来吟。我心阿罗至关上帝71首。请坐，咱这时要下头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正信的兄弟姊妹，伫主的圣日，用欢喜的心，较无能来到圣殿要敬拜你。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常常讲出批评论断的话语，得罪了人，嘛得罪了上帝你。阮本应该伫罪恶中来灭无的人，你却是听阮听到底，家己道成肉体来到人间，为着阮的罪，甘愿上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成做挽回者。互阮会当食做你望阮的儿女，阮却是浪费了你的恩典，无好好伫人的面前做光做盐，用光主你的名。阮嘛袂记得你教是阮的大诫命，就是爱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，佮看重家己的代志，赢过你交代的大使命。主啊，阮今仔日伫圣餐主日，要甲你共坐桌，要啉即个杯，食即个饼的时，阮要大声来悔改认罪，求你来赦免阮，
求你赦免阮遮个可怜软弱的罪人，求你的保惠搁一遍洁净阮的罪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即时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。我阮看到台湾规工为着选总统吵吵闹闹、互相攻击，造成了人心的不安。主啊，你是想使人真正平安的神，求你掌权伫台湾这块土地，互人甲人中间是和好的三听三扶持，互执政的总统甲文武百官用你的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，互台湾这个国家成做国泰民安的国家。这时，我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求主你大大祝福伫阮的牧师团，祝福因的身心灵拢勇行，互因有对你来的智慧能力，牧养你的羊群，互阮的主任牧师所带领的牧师团有同款的意向，带领众兄弟姊妹按你所插的标来跑走，完成主你交托阮的大使命。主啊，阮的祈祷也是无够额，阮即时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的亲像天的。阮的日今仔互我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嘛赦免过阮的人，袂使带阮入迷去，着叫阮脱离你的拍的，因为国能荣光拢是你所有。代代如今，阿门。启门29篇圣诗后面第29页，我来开会众来印。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咱着到伊面前感谢伊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伫伊手中；因法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啊，咱着集中敬拜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咱着听伊的声。就毋通移咱的心。咱即时要继续来唱圣诗24首，见若心肝清气的人，会将请起立来吟。
咱犹原徛咧，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庇勒多人内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信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赞美，今仔圣歌队要用活命的饼。
感谢圣歌队用遮好水的诗歌，带领咱斗阵来学习咱的上帝，将一切荣光归于主。咱这时要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伫诗篇第8篇第1节到第9节。现代中文译本666页，台语汉译本584页。我这时要用台语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上主啊，阮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学了你的声达到天的，婴仔甲幼童齐声唱歌。你起造坚固的城来防备对敌，你阻止对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头看你亲手所造的天，看你排列的月甲星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会朽坏的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怀伊。安尼，你做伊较加淡薄你。你用阳光尊贵做伊的冕旒，你予伊管理所有被造物。甲一切拢徛伫伊支骹的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拢归伫伊管辖。上主啊，阮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今仔咱所敬听的带主任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牧新系列32章自我第一单位。愿上帝祝伊的话，予伊伫牧师咧传讲的时阵，咱会当领受，嘛会当甲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。多谢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即时恬静伫你的面前，要恭敬。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自信伫你的话语顶面，也赏赐阮智慧，互阮有丰盛的听心甲信心，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中，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圣名，也互阮领受祝福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自我吼，咱要用3个礼拜的时间来分享这个题目，叫做自我。每一个人拢咧追求家己生存、生命生存的价值。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将家己的自我价值建立伫别人对家己的看法。也就是讲，咱真侪人拢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家己存在的意义。咱真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咱会因为别人对家己的看法的好歹来决定咱欢喜还是快乐，还是悲伤。这种照别人的看法来生活的人真可叹，因为伊无法度控制，伊也当根据别人的眼光来定义家己的价值。所以伊也常常就是爱去讨好别人，爱去满足别人，所以伊无法度活出家己自我的价值。这种人嘛真痛苦，真可怜。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人，伊是对家己价值的认定是建立伫家己主观的看法。当然这嘛无一定客观因为咱人是软弱，咱的判断、咱的智慧拢是有限。那一个人过头自信，安尼高估家己，到落尾伊就要征服宇宙，就讲伊家己用主观的看法去评估家己的时阵，有时阵无一定客观。但是有的人因为可能长期无去用肯定，所以有真侪自卑感，看家己感情无好。所以如果咱会用家己的主观看家己来定义家己的价值。其实嘛无真标准啦比如讲，咱每一天拍开电视看，咱会看到真侪即个电视名嘴咧攻击咱的国家偌无好经济偌尔无好。但是
咱看世界有真侪只机构咧评估，咱台湾其实是袂歹哈。比如讲，咱2019年有一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，伊就评估咱台湾的竞争力，吼，伫全球，伊拢摕63个国家来评估，咱台湾是第16名，吼，比去年加1名。伫亚洲来算是算第4名，吼。也就是讲，吼，咱常常拢感觉家己无真好，用家己感觉评估无真好，但是别人看咱感觉真袂歹。所以无论你用别人的眼光来看，还是讲用家己的眼光来看，其实拢无真客观。所以人生存的价值，敢真正是对别人，还是讲家己来决定？其实咱的信仰来看，吼，这人的价值毋是对别人，还是讲家己来决定的。咱人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的智慧是关过一切，所以上帝对你的看法一定比别人，甚至你家己对你家己的看法更加正确。所以咱应该爱重视上帝的看法，也过重视别人，也是讲咱家己对家己的看法。如果咱也真明白上帝对咱的看法，咱会当明白家己的价值。所以今仔开始，咱要用3个礼拜的时间，咱对所读的圣经来思考自我这个题目，就是咱来了解人伫圣经中间到底安怎来讨论人。咱人是应该有啥物款的价值，有啥物款的责任。咱今仔所读的这个经文，是诗篇第8篇。这首诗真特殊，伊捌互美国的太空人摕去月球顶面，放伫因所在国旗的边啊。因伫这个月球的所在，若读这个诗篇第8篇，所以伊被称作太空诗篇啦。伊的结构真特别，伊有真特殊的安排，伊是用这对称的手法来写的，也就是讲，伫这首诗中间，伊头尾是一个对应的句，然后用对称的手法，对中来发展，改成一停一停，尼像咧拆礼物同款，对外停拆起来了。佮拆第2停，咱会当看到内面礼物的本身。所以上界中迄句是这篇的中心思想。所以咱咧读这篇的时阵，头尾是对应的，佮来接近中的所在，佮来接近中间的所在。上界中是中心思想。比如讲，牧师有画一个图，互大家看，咱就清楚。咱若看第1站，就是伫第1节甲上尾1节，第9节，这拢咧讲一个主题，拢是对上帝的恶乐。然后佮我中，就是第2节，也是讲下面是第6节到第8节，是咧讲上帝的荣耀，甲人的荣耀，甲人的责任。然后上界中心呢，就是第3节到第5节，这其实咧讲这首诗的上界重要的主题，就是上帝安怎去定义人的地位所以咱会当安尼来理解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节到第9节，咱来看第1节讲上主啊，阮的主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学了你的声音上到诸天。然后咱来看第9节，对应伊是相款，咧学了上帝讲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这是一个对应的。然后第2节，咱个进较我中，第2节是第2节，后壁是第6节到第8节。第2节是咧讲上帝荣耀，所以伊咧讲婴仔甲幼儿做伙唱歌，你建造坚固的城来防备对敌，你阻止对敌对你的攻击。这咧讲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荣耀。然后第6节到第8节是咧讲人的荣耀甲人的责任。所以上帝互人有一个荣耀，一个责任，互伊管辖所有的被造物，一切拢藏伫人的骹下。然后第3个部分是上界核心的所在，就是第3节到第5节。第3节到第5节是这篇上界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咧讲上帝眼中人的地位伫叨落。
其实吼，咱若看咱人的形体、机体的功能，咱人的溃烂吼，其实若甲其他的万物比起来吼，咱人无啥物伟大的所在啊。伫上帝创造的万物中间吼，比咱较有溃烂的真济嘛。你讲鱼啊、狮啦、虎啊，这些动物拢比咱人较有溃烂嘛。啊，若要比速度，咱的走命也真济动物啦，迄爬咧走，比咱人加真济。而且人嘛袂晓飞，伫海里人嘛无法度收比这鱼类较紧，所以其实伫万物中间，人算做是软弱。所以咱若看第3节，即个做诗的人伊讲，伊抬头看起天顶的月亮甲星星，伊发觉讲，伫宇宙中间，人是非常卑微、非常微细。但是到第4节的时阵吼，咱看到第4节真重要，伊讲人算啥物？上帝竟然顾念伊，会苦难的人算啥物？你竟然关怀伊。伫希伯来文中间，即个顾念吼，原本的意思是讲会记忆。伫讲万物的中间，人遐尼微细，但是上帝你竟然时刻去纪念伊。眷顾的意思是时常去看、去探望。即两个字吼，伊拢是用即个未完成式吼，意思是讲上帝对古早到现今一直遐尼重视，遐尼咧监察，遐尼咧顾守正人类。所以人虽然遐尼卑微，但是上帝竟然互人一个真尊贵的地位。然后咱看后一节，伊讲你创造人吼，比家己较加一点嘛，吼。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讲，比天使利亚较输，吼，利亚较输。等于讲比天使其实和合本的圣经哦，你若看边仔有一个细字的吼，迄天使会当翻译做上帝，吼。意思是讲，上帝创造人吼，比上帝较加淡薄啊。你用阳光尊贵做人的免流，然后上帝交代人去管理所有被造物，将一切的物件放伫人的骹下。所以对这段中间，咱就理解，上帝虽然人是真微细、真软弱，但是上帝却是看人真重要。对这首诗咧描写的中间吼，咱会当了解讲，伫上帝、人甲万物吼，其实有一个顺序啦，其实有一个顺序，咱会当安尼了解。伫这首诗中间，有肯定人的价值，上帝伫人的顶面，然后人伫万物的顶面，上帝透过人吼，咱会当运用上帝互咱的智慧来适当管理万物，互万物拢得到利益，也互上帝得到荣耀，这是正确一个位置。所以，咱会当理解人的位置是伫上帝下面，但是伫万物的顶面。但事实上，咱看到现今的世代，这个位置吼，却被错乱去。真侪人无明白这个道理，结果人失去人应该爱有的价值。真侪人将物件万物放伫人的顶面，做物质的路财，却将上帝当作不要紧，放伫下面，互原本的上帝所设计这世界的一个位置，出去错乱。所以事实上，因为这款的观念、错误的观念，互人失去应该爱有的价值。虽然通过这首诗篇吼，咱应该爱将家己的地位做一个正确的调整，安尼咱才会当活出生命的意义。所以下面牧师要用3个角度来帮助大家安怎看家己。咱是这是第一讲哈，咱后礼拜会继续来看哈。咱今日先来看这3个角度。第一个角度吼，就是咱是被上帝接纳的宝贝。伫上帝眼光中间吼，咱每一样拢是伊创造的宝贝。上帝全然接纳咱。诗篇的作者讲：人算啥物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世间人算啥物？你竟然眷顾伊。意思讲，上帝真心看顾每一个属于的囝儿甲查某囝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活踮伫即世间哈，可能常常有一寡人会甲咱看紧，一寡人会甲咱拒绝，要咱肯定，常常去用否定。啊，有一寡人为着要互别人接纳咱，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讲啊，我只要表现了较好的，我去讨好对方，啊，我表现了较完美的，安尼对方一定接纳咱。实际上，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。首先，咱无可能完美，咱拢是罪人，拢是软弱的人。啊，过来检测咱能接近完美，但是你检测完美，但是也有人无接受你。譬如讲，咱看见着耶稣来到世间，伊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但是真侪人无接纳伊，甚至佫将伊定义是假定。所以，人之所以被接纳，咱来理解。毋是建立伫咱本身的完美无欠缺，是爱建立伫接纳人的即个人，伊的成熟甲疼顶面。所以因为人无够也成熟，无够也有丰盛的疼，所以咱常常会去拒绝别人，否定别人，啊，造成人甲人中间迄个无和睦的关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理解，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上帝，伊阁有丰盛的疼。所以，伊愿意接纳咱每一个无完全的人。检测咱的亲像《路加福音书》15章所讲的迄个浪子，有时会背逆，但是如果咱若愿意回转悔改，上帝就亲像一个慈爱的天父，完全接纳咱。所以，这世间有人可能看咱袂起，轻视咱，但是上帝眼中咱是伊所接纳的宝贝。这第一点，咱来清楚。第二项，咱来理解就是讲，咱其实是有价值的。咱受创造的每一个人，拢是有价值的。我捌听过一个牧师做一个譬如，伊讲一项物件，要咱看出有价值无，在伫两个方向。第一项就是讲，这项物件是用偌尼济的代价去买的。咱买一本册，册的介绍有悬有价。开哪侪钱，表示讲这本册会价值哪侪。啊，另外一个角度是讲，同款的一个物件，伊若属伫无同款的人，可能会产生无同款的价值。所以咱若对第一个角度来看，咱来理解，开的代价哪悬，表示咱的价值哪悬。保罗先生甲咱讲，咱是上帝用重价所买来，就是上帝对魔鬼遐将咱买回来，是付出真大的代价。咱等下收圣餐对无？每一遍圣餐其实是咧提醒咱，咱得到赦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身躯，为着咱流出宝血。这是上帝透过伊的囝付出真重的代价，将咱赎回。所以咱是有价值的。啊，对第二个角度来看，咱拄则有讲过，这项物件同款的物件，属伫无同款的人，迄个价值是无同款的哦。我前一阵对迄个网络看一个新闻伊咧讲，咱普通会去病院翕电光对无迄个 X 光片咱翕的，迄张咱摕转去，可能你若摕去网络顶面拍卖，无几箍嘛根本就无人要收集但是前一站。有一项物件就是玛丽莲梦露伊要过身之前2个月去病院翕3张电光迄个 X 光片结果摕出来拍卖拢总卖美金45000块啦若我来摕去卖可能嘛无人要买所以同款的物件属伫无同款的人，迄个价值是无同款的。所以咱要判断一个物件有价值无，在伫即项物件是属伫啥物人？圣经同咱讲，咱是属基督的，咱是属基督，咱是因为咱是被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，佮属伫伊所以咱价值本来是微细的人，无价值的物件，今仔日变做真有价值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咱是有价值的。因为咱是上帝眼中的宝贝，因为咱是有价值的，所以咱来理解，咱
咱是有责任的吼。咱来将这个价值来表现出来，毋通做迄个有行无市的基督徒吼。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讲，上帝互咱管理所有的受造物，将一切拢放伫咱的骹。这所创造的一切，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拢归伫咱人管辖，表示咱人被创造是有使命的。咱今日嘛是咱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，咱来理解，上帝交代咱爱去好好管理这世间万物，就是咱所徛起的这个环境，互咱会当甲其他的万物和平斗阵做伙，好好来管理，会当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互万物得到祝福。所以，咱来理解圣经中间嘛安尼对咱讲，讲上帝是咱的创造者。伊借着耶稣基督改造咱，意思讲每一个伫耶稣基督内底的人，拢是新创造的人。咱假说新创造的人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互咱行好。这行好就是讲，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。上帝已经互伊的囝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典范，咱就爱学伊哪来哪学，哪来哪好。这是上帝已经计划好，爱咱去做的。上帝计划就是讲，互咱的生命会当丰盛起来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展现咱生命的价值。要互生命丰盛、展现价值的方法，就是咱爱用咱的生命去分享。亲像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，甲咱分享同款，这是咱的使命，这是咱的责任。毋望咱每一个人拢明白，咱是上帝的宝贝，咱是有价值的，咱也爱照上帝的计划去行，活出荣耀上帝，丰富咱人生的生命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。主啊，阮真知，阮是你所看重，是你手中的宝贝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。阮恳求主，你赏赐阮智慧，阮有信心活出丰盛的人生、负责任的人生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这时要搁三解来吟诗，圣诗219首。主，你辛苦替我受伤拍破，会众请起立来吟。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未参者，三甲来甲主同坐道，共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归往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既若着我担当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也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，祝谢来爬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伊有摕饼祝谢。所以，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主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现在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伊永远的祭祀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即时呈现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。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稳定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帮助阮的生命会当不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，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当你摕到这个饼，你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咱得到拯救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恁着听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最后所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你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孝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最后所基督所流的宝血所设立的。所以，咱摕着这个杯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流出宝血，咱的罪得到洗清去。As we drink this cup, we worship you. As we eat this bread, we honor you. And we offer you our life as you have offered yours.
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孝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三甲来感谢主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甲你同齐倒共守圣餐。透过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，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。对他了后，通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第一次来到咱当中的来宾、好朋友，你伫外口留名接待处若无写留名卡的人，你伫座位头前有留名卡，你会当摕起来填写，等下交阮收奉献的执事，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，这是来奉献。非常起立来感谢，亲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教业这清用，互阮身体健康，灵魂精英，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伫这个时阵献上阮淡薄的金钱，快要紧要将阮的时间、阮的财情、阮的性命献伫你主你面前，食做你圣工的路用。阮安求你来接纳，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我
遐济报告，这是选几条较重要的所在来做报告。本周特别事工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着环境主日，呼吁兄弟共同学习，成做尽忠的好管家，爱护珍惜咱的环境，先进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。具体关怀，本会会友礼堂师资姐妹，伫5月25安休主怀，定伫6月初3下晡1点。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静阳厅2楼甲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2共款艰苦的代志，本会会友卢宗坚弟兄伫5月28安休主怀，定伫6月初3下晡1点半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静阳厅3楼甲至美3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当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来恭喜本会会友黄明哲、陈秋香、伉俪伫5月28喜获千金，愿上帝眷顾新生离甲伊的全家。来恭喜本会会长、本会会友谢佑如兄弟，就是施正执事的囝，会甲张英丽姐妹伫6月初8。本礼拜六上午9点半，伫本会10楼这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的全家。再来恭喜本会的会友林小忠、林淑慧、伉俪伊的囝林念祖先生甲陈昭慧小姐，定伫6月15下晡6点拜六下晡5点的时阵，伫民权经验会馆，伫遐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，欢迎会当去的所在观礼，愿上帝祝福这新人。过来，这礼拜是因为拄着端午节，所以若要订酒杯的人会当提早吼，干事来这边来联络，再来去其他的事工、青年事工才来看。要伫第6页。装备委员会这所在有一个小礼造就班，伫6月30、7月初4、14甲2月28、8月初4，拢总有6堂的课。每周日你会早4、9点到10点，像咱的关心的 best， 还是你即摆关心的新朋友，有要小礼会当鼓励伊即届来上课。多谢其他咱倒会家己看，嘛是为着做事工，还是咱欠咱的兄弟的身躯来代祷。咱即阵请牧师来做介绍新朋友。大家平安。首先来介绍第一遍，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，有对美国回来的这林秀雪全家，林秀雪女士全家。伫遮伫中欢迎。个另外有一对夫妇是张铁元先生夫妇，张哲远好。个另外有一个女士小姐冯美涵小姐伫遮其他到第一遍来，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着。牧师特别补充报告咱即礼拜的查经班的第1场的查经班，礼拜2下早是改伫8楼的803教室这特别大家提醒。咱周间的逐项活动拢继续进行。多谢。咱即时要来唱祝诗歌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唱诗煞要请牧师来做祝祷，会众请记入来吟。
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圣手。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强受差遣。